这个叫特里帕特罗卡特拉里比了，通通撒呼了，公年卡通通特雷了，特里帕特罗帕克罗克蒂娜。带女儿去动物园后，他画的日记把我抽象到了。跟你们讲哈，休息去动物园好好看，回来要把暑假日记写好，还有别到处乱跑。跟你我说了，就觉得说，每一个人过来帮忙。来脾气的赶紧调味耶，舒坦。还要我开车，这电车安全吗？放心啦，骑个晕车吧。有我。高飞这车有 AI 数字化调教技术，能防晕车。出来喽 ，Everybody 嗨起来！你怎么把动物画成这样啊？他们有名字的，在海洋世界看到了特拉拉累了特拉拉拉，还看到了特利比透比特拉巴贝拉，经过树林看到了通通萨呼拉，然后又看到了金喷基尼巴拉尼尼。这日记画的不错哦，这个叫啥啊？这个叫特里帕特罗卡特拉里比了，通通撒呼了，公年卡通通特雷了，特里帕特罗帕克罗克蒂娜。